观众朋友，食饱诶，老师平安。平安。今仔日来做啥物所在？即个啥一层一层，这物仔讲？像迄芳寿诶，像迄芳寿安尼，一家一家。一家一家，像迄芳寿哦，芳寿厝，而且这是啥物？5000当前，咱即本要迄落足济当诶吼，几啊千当前吼，都有诶。而且计个啥物冬暖夏凉，对无？哇，那是安尼，真厉害诶一个建筑。敢有人去过即个所在吼，会当甲阮分享一下吼。所以咱今仔日要转来，返乡啦。是，行转去即个所在，嘛是土年期对无？咱拢还袂说出去。当兵。土年期诶当兵哦，而且即个名伫圣经定定听着。合兰。圣经诶名吼，有时拢足古早甲即阵诶名无共款。拢无共。但是即个合兰哦，是拢总共款。对旧约圣经吼，创世纪就讲合兰。今仔日即个地名，有哪是叫做合兰？可以用。所以即个名吼出现于3000年前啦，主前3000年都有即个合兰即个名。因为对会知影咧，对迄个伫叙利亚吼，有迄个考古诶地下挖出迄个叫做啥物楔形文字吼，迄个文字，迄个文字诶年版有1800地，其中就有合兰。所以合兰是保留有历史记载、保留足久诶一个城市。对哦，本来我是想讲3000担，结果伊是主前3000担哦。安尼已经5000担啊吼，非常久。而且伊讲挖出来诶物件，我拢毋知影这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吼，巴比伦王一个叫做拿破仑多，伊诶老母捌做过迄个神殿诶大祭司。即个女大祭司哦，即个神殿就是起伫合兰。所以咱知影合兰是一个真重要诶都市啊。古早来讲，合兰伫迄阵诶时是一个月娘神啊吼，所以才有因是拜月娘诶所在，因是拜月娘对，因为月娘诶神叫做神。伫幼发拉底河边啊，幼发拉底河诶边啊遐。咱顶礼拜讲幼发拉底吼。阮顶礼拜有讲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有一条支流，就是讲顶悬咯，叫做巴里克河吼，对顶悬流落来，对合兰流过，流入去一条幼发拉底河。所以迄个阿伯拉罕伊原底是住伫遮。原底住伫合兰，伊讲伫乌尔啦，乌尔伫倒位？有人讲伫足远诶南部，有人讲伫上利乌尔法。咱后礼拜再来讲乌尔法即个所在哦。即礼拜咱来讲合兰就好。所以迄个上帝就叫伊搬去即个所在安尼。上帝就启示伊讲，你去迦南地，着经过合兰，因老爸就传出来，着经过合兰，从住伫遐一段时间。这是咧创啥？这是一个目前开放互人参观的所在啦，就是因古早用的物件。因咧种什么五谷啦，爱甲迄个壳拔掉，怎样伫顶悬石头顶悬用讲的啦，用种的，甲迄个壳拔掉，像麦啊啦，是稻啊啦，是什么五谷，都拢用安尼方法。你看这个一什么？每一个尖尖的内底就是一间厝，但是迄间厝伊伫内底面拢有门连通，一间连过一间，佮连过一间，所以当几啊家伙徛做伙，就种几啊家伙徛伫内面，会当通来通去。所以你看这拢无虫啊，一个人吼一点点啊安尼啦吼。伊大部分拢无虫啊啦，敢若顶悬留一个，会当互日头光照入来。
叫做对人说的巴丹，咱叫做巴丹阿兰，巴吼，丹亚兰伫是，圣经有一个巴丹亚兰，即个巴丹亚兰的意思是讲以合兰城做中心，拄迄张图就是合兰城，伊有墙啊，有足够的墙啊壁，咧围起来，圆啦，因的城拢是圆的，圆围起来伫遮做中心，外口附近的所在拢叫做巴丹阿兰。即个所在真重要，因为你看，伊伫路的交通、山顶，也是要入去河边，普通咱要运输物件，拢用河水咧运输啊。较早无汽车，什么话上简单，就是用船啊，水互流。所以伊拄伫迄个约瓦拉底河无解放的所在，足重要的地点来对啊。所以圣经叫即个所在拿鹤，拿鹤是因为拿鹤是阿伯兰的兄哥，阿伯兰有两个兄哥嘛，一个叫做合兰，合兰是地名，有那是阿伯兰的大兄的名，所以人咧讲谁那应该要大啖合兰，因要去加南地那踮遮停的，就是因老爸啦，因老爸毋是要带阿伯兰甲伊的弟仔，甲阿伯兰的弟仔罗德出来，出来行到合兰即个城时因为因大汉囝伫伊面头前死去，为什么死毋知影，无讲啦，无讲因为因老爸来到遮会感觉讲哇，即个合兰甲因囝的名共款，就从留伫遮，即个合兰，就从伫遮住一站。是安尼，我想讲是因为因囝死去啊，所以迄个城叫合兰。毋是，因囝死去以后，伊甲对乌尔出来，出来以后，伊行到合兰，讲即个城的名甲因囝共款，就说有可能啊，这是咱想的，有可能从住伫遮，因为无偌久，迄个他拉因着阿伯兰因老爸就死去啊，伫即个所在死去。是上帝佮解讲，你离开遮去，绕过约瓦拉底河去加南地，是安尼啊。即个历史是安尼写，圣经是安尼写。所以即个所在就无拄则迄个修诶。这是一个城，即摆爬远啊，即摆爬远诶所在内底。无阁有物件，本来敢若剩即个城诶墙留咧，剩诶拢无去啊。就是伫咱讲诶巴旦阿兰，是毋是？是啊，来拿福啦，咱伫遮台语诶圣经读做拿福，创世纪24章第4节，讲你着去我诶本地本族，甲我诶囝以撒带一个某。来第10节讲，迄个罗卜对伊的主人的骆驼中取10只骆驼，煞带伊的主人逐样的财宝，起身去美索不达米啊，到拿福的城，拿福就是阿伯兰的兄哥嘛，所以伊即个城的名叫做拿福的城。就来，虽然呢，看迄只骆驼就是利比加啦，利比加要嫁吼，阿伯拉罕因囝是咧骑骆驼去诶。因为迄阵伊诶仆人对无？伊诶仆人有10只骆驼来，毋是伫这边即个故事真好听因为阿伯拉罕诶仆人有10只骆驼，就来到迄个水边，就伊就想讲，我要安怎知影讲我要带对一个去互阮主人诶后生做某，就甲伊就讲我即摆甲一个人讨水，伊若要互我啉，即个就是啊，真正出来，出来以后伫遐抢水，阿伯兰诶仆人就甲伊讲你是毋是会当淡薄仔水互我啉？迄个查某囡仔叫做利比加伊就互伊啉，毋惊互伊啉，讲我先煞抢水互你诶骆驼啉，这无简单10只骆驼毋是小可代志
听讲爱几啊公斤，对无？几啊对桶水。伊爱抢足侪水，互伊十只落来拢食甲饱。无简单，这查某囡仔真正真勤快，真伶俐啦。所以就是这起起来，咱想迄一爽一爽，安尼渐渐啦，足成芳寿啦，迄芳寿就安尼一家一家嘛。原来是安尼。所以咱叫做芳寿诶厝。芳寿诶厝，这内面就是像迄芳寿安尼对，安尼伊迄门来拍通，就一家连过另外一家。而且你看伊诶光线拢是为边仔遮来诶点电火无遮内底有点电火。内底有电火。无点电火会足暗诶。像讲这做大，所以拢无啥物，无足够诶啦迄个。因是用迄个土起起来，土若无够高，你就无用啊。因为内底拢无钢筋拢无用铁机啊。这应该是足厉害诶环保建筑哦。叫做你看这叫做什么绿色建筑。所以这个已经有中留一空有无？上悬诶所在，咱看了白白。迄个是光线对遐入来，迄上尖诶所在，对内底看是安尼啦，对外口看就是安尼渐渐去。是，你讲看安尼，就是即个是为内底看起嚟，即个。伊安尼去渐渐就用迄土角安尼一阵贴起。即个坑伊就讲毋惊落雨诶。顶悬上顶悬伊有炸诶，上盖顶面有块物件炸掉咧，所以迄光是对边仔入来，落雨直直入来就无法度入去。对啊。遮规社拢总即个厝。就是讲你若要啉水，你会当摕一个桶仔囥中落去啊，毋免去迄个舀水对无落雨诶时足方便啊。你看起来足热呢，听讲有50度遐。外口啦，外口出热啦，内底爱风安尼日头甲晒袂入诶。这像咱抗疫是毋是拢安尼嘛？对，抗疫安尼，抗疫就是安尼去若无就去袂起。土角，嘿啊，甲土角用去。伫内面抗疫袂歹。若寒天若足寒诶时，内底佫会烧。你厉害。咱大学，即间大学真古早啦，就是讲伫足早以前，就是伊斯兰诶第一间大学大学诶边仔佫有一个清真寺，你若看伊诶清真寺就是边仔有一个烟筒，一个传诶烟筒。因拢有一个烟筒，因爱烧香香。即间是大学诶，大学诶边仔佫有清真寺啊。即个古荷兰大学，即间大学是研究天文啊、数学啦、神学伫真久以前就已经有，所以是第一间大学。这就是5000当前诶啦，主前3000当这5000当前诶大学。是安尼算，伊是去这是4年后诶代志啊，这无可能遐久啊。700几特别逝去了，700几年诶时去诶。700几年，所以后壁即两个尖尖诶就是清真寺。迄个是清真寺嘛，头前诶，就是大学，有哪是共阮即间大学有哪拢变做拢无去啊，佫拍远去啊。拍远去，就是第一间大学因诶意思。第一间大学剩一寡墙啊啦，甲壁一寡建筑诶。所以人若毋捌去荷兰诶人来，这看老师话度啦就是讲迄个。他那就是荷兰诶老爸。伊70岁是生荷兰。来差不多100岁生拿福。来130岁生阿伯兰。3个后生嘛你看伊3个后生荷兰佮生罗德。荷兰生罗德，即个罗德咱拢定咧读嘛佫有查某囝，
密加甲一加，一加话讲叫撒来，毋过即个所在有两个讲法啦。撒来有人讲可能是他啦，因老爸老的时个娶的某生的囝，有人讲一家就是撒来，若是一家就是撒来的是，我画出来遮就对了，因为合兰的囝，合兰的查囝嫁互拿福，有无？密加是嫁互拿鹤嘛？是。两个做拿鹤佫生比土利嘛，比土利佫生立班甲利百加。伫圣经内底，咱定咧读诶利百加，足水诶查某囡仔哦。因遐佫立班。来咱看一家，假使一家就是撒来来讲，伊就是嫁互亚伯兰。亚伯兰生以撒，以撒佫生雅各，是安尼落去诶。个以撒佫娶咧迄个。对啊，以撒就是娶什么人？利百加。以撒就是娶利百加，所以迄条线是走迄个走经济毋对啊啦。迄走经济因为咧，这应该是爱画去再来里面。对了对，利百加迄条无啥名，利百加的以撒的某，来雅各的某就是两个查某囝，列班的两个查某囝。这真正是真复杂。我就想到这吼，想到讲圣经这看遮拢是迄个什物亲情结婚吼，拢无代志。结婚啦，愈来愈巧，愈来愈厉害。表妹啦，是讲表兄啊，拢是安尼结婚的。但是你敢知影欧洲遮的哈布斯堡王朝因就是因为亲情结婚，因为因要互家己的财产吼，拢伫即个拢无互人客走，所以因嘛是拢亲情结婚，但是因到最后拢畸形吼，就是基因突变吼，所以到最后反而无后代安尼吼。所以咱会当看着讲圣经是诚祝福，就是讲即个。早期的基因是完整的，所以较近的亲情结婚无要紧啦。愈来迄个基因就较歹啊，就欠足侪什物染色体。你若讲近亲来结婚，就会产生较无好的后代。迄是上帝祝福。较早拢是无问题哦。是，就是因为有上帝祝福伫内面，上帝出手。足侪基因什物染色体，拢会当改变。看合兰，拄则第一张有合兰的，遐有合兰的人，就生做安尼。咱就知影讲伊是做好做工课查某囡仔。安尼看即张吼，即张我拄仔看到，恁路面拄仔看到一个查某囡仔咧哭甲足伤心。迄咧哭哦。伊是咧互人欺，伊感觉伊是互人欺负，去找因老母吼。即个故事以后有机会我甲你讲，因为我亲眼看到因伫遐冤家啦。你哪会听有啊？哭甲足伤心，因为我看着知啊，动作就知。咱咧读圣经啊，创世纪11章31节，他拉带伊的囝亚伯兰，甲伊的孙罗得。因三甲出加勒底的耳城，就是乌尔，要去迦南地。因到赫兰就住伫遐。11章32节，他拉享受205岁，他拉死伫赫兰。他拉死伫赫兰以后，你看佮刷咧12章第1节，耶和华佮一摆对亚伯兰讲：你得离开本地本族老爸的家，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来第2节，我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祝福你，互你的名做大，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来第4节，亚伯兰就照耶和华吩咐的话就去，罗得也甲伊去。亚伯兰出赫兰的时是75岁，所以亚伯兰75岁，甲对赫兰离开。是。就是讲，上帝就叫伊去遐，
所以以前咧读这个时拢毋知影，什么人看什么人，无搞不清楚。因的生活目前因的生活共款有哪有艰苦的所在啦？毋是讲安尼，大家所在拢共款，无讲安尼，拢像所富裕的安尼。逐位的生活拢是共款，有都市也有较偏乡的所在。但是上帝叫伊去的时甲伊讲伊要甲伊祝福对吧？伊是所以这个所在咱讲是。以色列人，巴丹亚人就是阿伯拉罕的原乡以色列12个支派就对遮出来，会当讲对遮，因为像雅各嘛是来遮住16冬，有无？对啊，伊为着要带着迄个，对，带2个某，2个姊妹拢做雅各的某。所以影响基督教的信仰伫即个所在真大。咱拢想讲基督教是对希腊还是罗马的世界出来，其实毋是啦，是伫阿兰语的世界，就是伫荷兰即个所在，这是拢讲阿兰语的。所以耶稣嘛是讲阿兰语咱足久以前有讲过即集袂记诶，咱转去看。所以伊就讲我想要讲以色列的信仰告白，这是约书亚讲的。伊讲的《申命记》26章就有知影讲，我的主是一个得要死的阿兰人，意思就讲我的主，就是阿伯拉罕是一个足微小的阿兰人。伊讲因的主就是会告白，所以咱知影，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原乡，因就是对遮出来。伊毋是讲做王主啦、做皇帝出来，毋是，是有那是做善车，真可怜伫遐趁车无简单安尼出来。咱知影弥赛亚毋是出伫皇帝的厝啦，是伫一个寄居的，也是伫个较无讲真有名的民族。对上帝做爱用遮无名的人雅各共款雅各咱伫遮训练，训练到沙尾，伊要倒转去迦南地时，雅各毋是摆骹，要过一条亚伯河的时就摆骹。你看前面伫遮训练，甲伊正做一个以色列人。本地足奸诈，拢讲袂出话，个足后共用足奸诈就对啦。咱怎样训练到煞尾，正做一个足顺服、听听上帝话的人。真正是爱经过一个时间有当时袂当。这个所在训练。对，就是爱即个艰苦的所在，较有法度训练一个人所以讲。咱若伤会过了伤顺遂对无？伤富裕啦。伤富裕，就毋知影迄个艰苦。毋知影艰苦人是安怎活的。所以可能就袂当去帮助人来遮会当看着因遮看起来咱像有当看着草地但是咱看到青色的进前拢是看袂到。因为因遐有一条河水会当灌压即个农作物，五谷会当。是，对，所以咱来看老师录的去遐，可能会那么摇来摇去的迄个代志研究来看，对，阿兰阿兰即个城啦，阿兰城。咱城即个名到即阵在咧用同款的即个。若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原地所在，拢是为遮开始的。阿伯拉罕，人叫做拿霍，是毋是？拿霍。台湾话个拿霍，国语个拿赫。
个就是以开放互人参观的所在。这应该是5清当前就有啊。所以人家人拢是住伫即个树，也是有分迄个有钱人，较无钱人，较有。可以住伫遐个分哦。用土南牛屎，咱较早台湾有那安尼做哦，用迄个绿高梅啊、南牛屎啊高壁。高壁哦。安尼因拢知影，所以牛屎其实做有价值的。因为牛屎会黏。这上厉害。而且无牛屎可能爱落高屎。落高。哦，这是一个门过一个门，连起。一间过一间会当行过。因拢无门的呢，就是直接会当行去别人因兜的呢。对啊，因若咧真正使用，有可能拢有做嘛。即摆是要互人参观的是。去别人因兜关门。那是别人因兜内底迄个美囡仔心跳。安尼古早就爱安尼会当互相来保护啊。恁兜有啥物代志，我会当甲你斗相共。即阵的人吼，拢无咧管厝边啊啦吼，厝边上拢毋捌啊，住伫隔壁拢毋捌啊。外口是50度，非常的热。这就是老师住迄个米的所在。这边大学特别设计，700几年的时这个已经爬远去啊，边仔拢无啥物草啊、树啊拢。而且拢真少有看到大丛的树啊。因这起这是当地下骹。话是咧乌土派的物件，考古，在落德。这个就是迄阵你别家啦，徛落德去到嘉南的哈兰，这个哈兰蜂巢。就是迄阵你别家去到。就是坐啊，去找因翁，因的迄个仆人吼，带伊转去的，即个路，那会当。伊就是第一个啊，大蠓啊、踅啊，看到伊煞就较紧，甲伊的被啊递起来，甲伊的面按起来就对。啊，什么新娘拢按面对无？按面啊，有囝婿甲掀开，迄是伫别家第一个。安尼，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啊哦。今日做欢喜，咱会当听到即个意思的人吼，转去5清当前，毋知有人真正有去遐行过，老师去遐行过啦吼。所以真多谢老师，会当甲咱继续真哩趣味的啊。后礼拜搁要继续哦，继续讲。那个乌尔，咱后礼拜讲乌尔的，也要来咱出世的所在。所以听到这的人爱甲家己负一个赞。我一个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台湾8:10分，泰国7:10分，澳洲1:10分个做伙来听故事啊！祝福逐个人拢会当上
伫即个厝内面安尼吼，我看起来做事事诶，对无？啊来足侪朋友诶感觉，会当做安尼丰富。多谢老师，多谢咱诶听众朋友吼，今仔有来捧场诶吼。有看到美华剧、美秋吼、明慧，好，安尼后礼拜再会，大家平安。